頒發幼稚園各獎項。首先頒發優異生獎，為表揚各分校於品行及學業上有優良表現嘅同學。本年度各分校均設有優異生獎。現在請校監袁明媛女士為我哋頒獎。請各分校代表接受九龍塘總校李奕恒同學、何子晴同學；窩打老道分校岑博文同學、郭嘉晴同學；將軍澳分校鄺成哲同學、謝海橋同學；麗港城分校李宗澤同學、梁千禧同學。多謝小朋友，多謝袁明媛校監。學校着重與家長嘅聯繫同溝通，亦注重親子關係嘅培養。每年均舉辦唔同類型嘅親子設計比賽，本年度分別有健康生活棋盤設計比賽以及環保錢箱設計比賽。現在就頒發獎項，嘉許喺活動上有良好表現嘅幼兒同家長。請課程發展組李鳳薇校長為我哋頒獎。請各分校代表接受九龍塘總校賴全獎。請李鳳薇校長。本園特別舉辦咗 Reading 得雙語欣賞會活動，讓幼兒透過講述故事，增加使用英語同普通話嘅機會。今日就特別頒發獎項，嘉許喺影片中有最佳演繹嘅同學。現在請課程發展組李鳳薇校長為我哋頒獎。請各領獎生上台接受。先頒發英語獎項，九龍塘總校魏宇晨同學、林浩朗同學、冼月欣同學；窩打老道分校蘇柏林同學、麗港城分校黃珊賢同學、呂學齊同學。多謝小朋友。接住係普通話獎項，九龍塘總校陳朗賢同學、葉希正同學；窩打老道分校莫海晴同學；將軍澳分校鄺成哲同學。多謝小朋友，多謝李鳳薇校長。學校致力促進小朋友達至全人發展，尤其喺英語、繪畫、舞蹈方面等等。特別同綠苗工作坊喺各分校合辦咗課堂延伸